好，各位同學，我哋而家講緊第一條啊，筆記嘅第一條。咁咧就俾咗 x 加 y 等於1厘，俾咗 x 2次加 y 2次等於2厘。咁啊叫你求 x 3次加 y 3次。嗱咁好簡單，咩意思咧？首先我會發掘個好奇心先。佢俾咗 x 加 y 就係1厘，咁佢又有2次方喎，又有3次方喎。咁我會點諗咧啲題目？咁我教你個思路啊。兩邊 square 佢先，或者3次方佢先，睇下有咩料可以用到啊！嗱嚟咯喎，咁我睇我左手邊先 ，x 加 y 佢攞2次，咁即係變咗咁啦，係咪？呢啲基本嘢我唔教啊，你自己嚟啊。跟住將 y 2次調上嚟。喂，我見到樣嘢喎，點解啊 ？x 加 y。x 2加 y 2次得幾多？得2啊！喂，代落去啦，喂，唔該，2。喂，原來 x 乘 y 都要負1/2。呵，即係呢個係新材料啦，新嘢嚟㗎呢個。嗱，我哋一定可能都要用㗎。呢個新材料，即係其實你而家手頭上嘅材料有啲咩啫？手頭上嘅材料咪 x 乘 y 都要負1/2咯。呢個啦。x 加 y 等於1啦，嗱啲材料嚟㗎 ，x 2次加 y 2次等於2，得唔得？圈實佢啊，材料啊，一陣間就會用㗎啦。嗱呢啲咁嘅題目咧，就一定要你發掘你好奇心，自己左右兩邊平方佢或者立方佢，然後就又揾到材料嘅新材料咪揾咯。OK， 就新材料加舊材料一齊大集去炒飯咁樣炒，咁可能就會揾到個答案㗎啦，得唔得？好啦，我好奇完啦，就咁揾到啲新材料啦。跟住咯喎，隔離啦 ，x 3次方加 y 3次方嘅 cube， 咁當然係好奇心之下都要做一做啦，係咪？咁我做咯喎。我用呢支筆啦。好，咁即係呢個係呢嚿 x 2次加 y 2次x 2次加 2xy， 再加 y 2次，再乘多 x 加 y 啦，即係咁啊變咗。我其實唔夠位啊！好，咁出嚟咧，你咧就會變咗啲咩咧？你就會發覺會係嗱 x 加 y 嘅3次方其實係咩嚟㗎？其實1嚟㗎，即係用翻呢個啦，用翻呢個 x 加 y 都係1啊嘛 ，x 加 y 嘅立方咪都係1嘅立方咯。1嘅立方都係等於1，叫做1啦，咁都等於1啦呢個 ，OK。咁繼續咯喎，有啲新嘢整出嚟嘅。咁呢個變咗 x 3次加 2x 2次 y 加 x y 2次啦，自己乘啊，自己展開啊，我唔教展開㗎啦，因為你哋係數學嘅精英啊。好辛苦寫得，因為好煩啊，其實都。係啦，咁繼續再嚟咯喎。嗱，咁你跟住啦，你會睇到樣嘢啦。我哋再化簡呢嚿同呢嚿可以加埋佢，即係加3x 2次方 y 啦。咁而呢嚿咧，呢嚿同呢個又可以加落去喎。咁呢個咧就變咗加3x y 2次啦，加 y 3次方等於1。OK， 咁我哋，咦，有少少曙光啦！曙光不是全部熄滅啊！我哋喺黎明前都仲見咗曙光，點解啊？因為 x 3次方加 y 3次方有個樣喺度咯，俾你係呢度啦。OK，咁其他嗰啲照寫先。我將嗰個 y 3次方搬咗上嚟前邊。好，跟住下一步點啊？好簡單啦。下一步就係呢度啦。抽個3xy 2次出嚟啦，喂，加3xy，抽個 3xy， 抽個 3xy 出嚟，跟住咧呢個就變咗 y 加 x 得1啦。喂，好簡單喂 ，y 加 x 係咩嚟㗎 ？y 加 x 咪1咯，
點解啊？你望下個材料 ，x 加 y 就1啊嘛，咁咪代翻1落去咯。喂，但係仲有一袋喎，新嘅材料係咩啊 ？x 乘 y 等於-1喎，全部掟晒落去，揚州炒飯，掟落去啊 ！x 加 y 1，好。誒，咁啊呢個 x 3次方加 y 3次方，我中意用紅筆，型啲嘅。標擺到明呢個就係我哋要求嘅嘢啦，好嘛？跟住嚟喎，加3乘以負1，呢個係呢個啦，呢個係減1.5啦，跟住1。哦，答案呼之欲出。呢個答案呢，就係等於2.5啦，調過嚟。揾到啦 ，x 3次方加 y 3次方係2.5嘅。